兩座行人天橋嘅整設施，項目要喺2031年9月或之前完成。無線電視記者李希彤報道。港股回報500點，0.4連升，恒生指數全星期仍然升3%，連升2個星期。跟隨低開412點，之後跌幅曾經收窄至到不足200點，但午後跌幅又再擴大，最多跌537點，全日收報26,572點，下跌500點，成交2327億。避免唔到今日你嗰個下跌幅，應該咧就26,000至25,300度啦，呢啲位咧就應該係有支持嘅。而家港股係牛市二期，只會係有調整，就唔會有大嘅跌幅咯。科網股受壓拖低大市，阿里巴巴下跌4%，百度下跌7%。騰訊同埋京東集團上季業績都好過市場預期，股價照樣捱沽。京東集團跌幅達6%，中期業績少賺1成4嘅偉易達下跌1成